这吉时已到，怎么还未见大长公主出现？啊，兴许啊是知道皇上亲临，所以打扮起来便慎重些。我赶紧前去协助，以免误了吉时。你们两个即刻从后面走，把祖母惯用的张大夫找来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郡主，常嬷嬷，我祖母怎么了？祖母，我祖母这是怎么了？啊！大长公主生病已久，却不敢声张，因为她深知此事若传至朝堂，谢家再无忌惮，必然集结各方势力对付半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又为何在这儿？眼下郡主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付那些前来祝寿的人。不用你教我，我已经派人去请张大夫了。等大夫需要时间，此刻圣上正等着大长公主出去，眼下郡主最缺的就是时间。郡主，上次容伯爷前来，老奴无意间听到他与大长公主起了争执，只怕是敌非友啊。张大夫，快请！快看看我祖母她怎么了？所幸昏迷的时间不长，用些急救的药应该暂时无妨。好。此药用温水化块服下即可。好。郡主，大长公主曾嘱托在家，此事不能声张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张大夫慢走，改日必登门道谢。啊。奇怪，今天这药的颜色怎么这么深呢？皇上等不了多久的。川波，你什么意思？快把那姓张的给我抓回来！快去！不必了，毒害大长公主这样的事，定是背后有人指使。眼下不宜大操金蛇，要顺藤摸瓜才是。好的。姐，前厅都快闹翻了，你们到底在里面干嘛？怎么办呀？现在没有药。我有药。你为什么会有药？先救大长公主要钱。伯爷为何要出手相助？郡主，从我与你相识至今，若某从未想过要谋害郡主，这一次也不会。皇上驾到！姑祖母，啊，姑祖母，姑母，朕来迎接姑母。见过陛下。诸事繁杂，耽搁了许久，劳陛下挂心了。哪里，朕挂心姑母，这是应该的嘛。今日可是姑母的大喜之日，群臣都在等着给姑母祝寿呢。姑母就随朕去正厅一叙吧。陛下请。